大家都知道澳門係世界美食之都，能開喺呢度嘅餐廳都係非等閒之輩。呢次趁住亞洲美食節澳門分會場嘅契機，我哋喺澳門為大家揾到一間開咗30幾年嘅寶藏餐廳水佬榮，曾經以一道花甲蟹煲名震澳門，俘獲咗無數街坊嘅美女。根據澳門本地人回憶，鼎盛時期唔早啲打電話去水佬榮留一隻蟹，咁係無論點樣都食唔到㗎。因為咁樣亦都吸引咗好多遊客山長水遠嚟到覓食，成為澳門必打卡嘅名店之一啊！點解咁厲害？咁就不得不提水佬榮嘅老闆鄧松基基哥。當時喺70、80年代嘅澳門，佢爸爸媽媽淨係俾咗500蚊俾佢獨立，就憑佢自己嘅傲氣，從製衣廠小工到餐廳跑堂，再到廚房大佬，每一步都印證住基哥嘅奮鬥歷程。水佬榮係基哥90年代盤落嚟嘅餐廳，因為佢相信自己嘅能力可以將佢挽救，就將名一直保留到現在冇更改。個名其實都好形象嘅，廣東人一聽水佬呢2個字就知道呢度係食海鮮嘅餐廳。其中招牌花甲蟹煲更加係獲獎無數啊！市疫情啊，同埋嗰個經濟低迷啊，嗰個金融風暴啊，到依家今時今日嗰個非典都算係咁堅持落嚟。喺基哥手裏邊，水佬榮長紅咗30年，高峰時期開到4間分店。雖然經歷咗金融風暴、疫情等重重考驗，但係至今仍然屹立喺澳門嘅街頭。回憶呢啲年嘅風風雨雨，基哥感慨良多。邁入花甲之年嘅佢，開始培養個仔阿喬做接班人。讀建築設計出身嘅阿喬，正係年輕一代餐飲人嘅縮影。佢有想法，有幹勁，比如呢一道花甲蟹煲。以前用嘅係較為平價嘅越南青蟹，而今佢推陳出新，選用咗斯里蘭卡嘅大青蟹。呢個係新加坡指定嘅國宴食材，國內鮮有地方可以食到。每一隻至少有350克起，最大嘅居然有2到3斤，個頭巨大，非常之鮮活生猛。基哥對佢嘅稱譽係鮮甜肉滑，因為每一隻斯里蘭卡青蟹都係天然生長喺水質優良嘅瀉湖，嗰度豐茂嘅紅樹林孕育出豐盛嘅水產。斯里蘭卡蟹就係食瀉湖嘅生蠔長大嘅，2隻前爪更係剛勁有力，呢個係常年開生蠔練就嘅。用斯里蘭卡大青蟹嚟做花甲蟹煲，正應驗咗嗰句話：高端嘅食材往往只需要簡單嘅烹製。我哋依家個北蟹煲呢個蟹呢，用嗰個斯里蘭卡嘅青蟹大青蟹做，就係佢嗰個青蟹呢個口總之即係鮮甜肉滑，就係佢係新加坡指定國宴嘅食材嚟嘅。呢個係一隻2斤幾嘅斯里蘭卡青蟹。你冇睇佢個頭巨大，但係佢嘅殼咧，佢係異常嘅薄脆。煮熟之後咧，輕輕一搣就甩殼啦。肉質更加係飽滿到所見即所得，連一片分叉都唔會有嘅。尤其係蟹鉗，一隻都有3、4兩。食一啖，肉質緊實彈牙中，帶住天然嘅蟹獨有嘅鮮甜。試過之後，真係覺得其他蟹都係浮雲，怪唔得會成為獲獎嘅招牌。除咗花甲蟹煲，呢度嘅點心都做得好出彩。因為餐廳唔做預製菜，基哥喺澳門黑沙環開咗一間食品工廠，每天早上6點鐘開工，新鮮現做嘅點心每日都由工廠送到餐廳，絕對唔會有急凍或者過夜嘅食材，確保食客食到每一口都係無與倫比嘅新鮮啦。另外呢度嘅黃金蝦、椒鹽焗蟹都係非常嘅出色，食完之後仲可以買上1、2瓶餐廳自製嘅辣椒醬或者咖喱油，把澳門嘅味道帶翻屋企啊！正係基哥嘅一貫堅持，水佬榮先會收穫咗無數街坊同遊客擁躉。好餐廳、好口碑，亦都成為水佬榮前進嘅動力。新一代接班人阿喬表示，未來嘅佢想將餐廳開到大灣區去，祝佢美夢成真。